二階聯署書格式要求較嚴謹。第一，請下載聯署書 PDF 檔案自行列印時，設定 A4 紙張橫式列印。列印時請選擇實際大小或 100% 比例。第二，iBond 列印聯署書請掃描 QR code， 設定尺寸 A4 單面列印。請你務必檢查列印出嚟嘅表格是否有變形或走位，以免被視為變更聯署書格式而被認定為無效。第三，無論係用印表機或 iBond 自行列印聯署書後，請再三確認表格格式不能變形歪斜，印好嘅表格尺寸不能縮放，一頁需要有7行表格。第四，紅框範圍不用填寫。第五，雖然中選會冇規定一張表格嘅填寫人數，但係由於同一頁嘅聯署人不能混合不同嘅村里別，請每人單獨填寫一張聯署書。第六，如果你用手寫填寫聯署書，填寫時請務必好似第一階聯署時，所有文字皆須工整，可供識別。筆畫請注意唔好超出框線。另外，為咗加快志工造冊速度，如果你有填寫錯誤，請你直接更換一張新嘅聯署書。第七，如果你用電腦打字填寫聯署書，則必須使用我哋提供嘅聯署書 PDF 檔編輯。完成後再列印出嚟，親筆簽名或用印。列印時請選擇實際大小或 100% 比例。列印完成後，請務必按照第3點逐一檢查。第八，填寫完成後，你可以繳交到固定聯署站，請務必交俾穿着大安強強滾背心嘅志工，或者係以平郵寄至郵政信箱。第九，若需要保證資料以及第3階段投票通知，為確保能順利聯絡到你，請一併填寫同意書，並與聯署書一同繳交。大安強強滾，感謝你嘅配合。